念都要借個位道歉，都係我當時衰多手，用咗幾十秒低級玩圖，結果15少呢個冚家拎就不斷借呢件玩圖小事扮演到好嚴重，話有人欺凌佢，令佢好慘好受傷。呢條契弟最叻就係咁，捉住一些雞毛蒜皮小事，上升到極荒謬嘅程度，再企喺道德高地扮演晒嘢，扮受害者，扮有道德光環，跟住就可以模糊焦點，將件事拉到冇雷公咁遠。所以都係拉返去正題，希望講完今次，再一次清晰晒所有事，就唔使再講。當初大家屌鳩15少呢條友，源自於佢毫無指示之下，話條 YouTube 頻道係完全屬於自己嘅，一腳踢走阿 Man， 並指控阿 Man 做咗天地不容嘅事，所以先令佢有呢個決定。跟住就話有晚佢唔在場嘅節目度，阿 Man 用陰謀詭計到佢細佬爆咗唔出得街嘅料。事實上唔少聽完嗰晚節目嘅人紛紛表示聽唔出有乜嘢料爆到出嚟。時至今日都係根本冇人知道所謂唔出得街嘅驚天大秘密係乜。大家點解睇唔過眼？係因為見到阿 Man 有為個頻道出心出力。時間唔再講，根本上架撐器材場地通通都係由阿 Man 負責。每星期通常有一日會直播自己畫漫畫，並無違背個台始終想圍繞住漫畫呢樣嘢而建立嘅呢個主旨。即使觀看數目唔算多，阿 Man 依然有努力做。當中最經典嘅當然係一班觀眾一齊同阿 Man 由零開始搞一本漫畫出嚟，慢慢由題材、角色名、書名咁去度，大家係見證住呢本 Sexy Robot 誕生。15少一聲唔該都冇，就兜腳踢走阿 Man， 並試圖羅織罪名屌鳩佢，自然會引起反彈。當大家一而再、再而三問15少其實發生咗乜嘢事導致要踢走呢個拍檔，佢就支吾以對，一味販賣悲情，話網上有人搞鳩佢，但就不斷積牙膏式話 Man Sir 做人有問題，有好心誠苦。屌，咁你講啦，佢到底做咗啲乜嘢事令到個台受到傷害呢？15少係一直都答唔出，直到今日都係。佢最大力嗰個指控就係話有一晚趁佢唔在場嘅節目度，阿 Man 道佢細佬爆咗單，足以令個台折埋嘅勁料。事實上都半年後嘅今日，當晚有聽嘅人都冇一個講得出到底係關於乜嘢。如果真係咁大單嘢，晨早都通晒天啦。所以唔怪得有人懷疑15少自編自導自演，見到個台開始有盈利，就踢走阿 Man。所以自從踢走阿 Man 事件後，15少自圓其說，誤導件事就開始轉移視線，模糊焦點，話有人追擊佢，網上欺凌佢，不過都不忘唱衰阿 Man。屌！到終於有一個所謂可以入嘅位，就係15少呢條鏈樣，知道阿 Man 港漫動力嗰度出咗問題，就開始瘋狂發炮。佢試圖通過呢件事妖魔化阿 Man， 塑造阿 Man 人格非常卑下，淡化自己當日踢走人件事，即係抹黑別人，還自己清白。不過過程之中呢，其實我一直相當奇怪，點解佢咁用力狂屌港漫動力不公？事後當然知道啦，原來就係其中一個人以前同佢非常唔妥嘅。當年為咗谷書，佢已經試過同嗰個人嘈。當時事情未明朗，我見到15少呢條仆街又出嚟抽水，當然會按當時所知嘅情況理性分析，認為只有阿 Man 同佢個拍檔黑人先知道來龍去脈。要話阿 Man 冇人格，都係等呢個黑人發聲先再去講。事情到咗今日，隨住一位大會評判響熱血時報一個電話訪問度講出晒當中情況，其實真相已經水落石出啦。能夠入選係因為阿 Man 有好多年主編經驗。當時評判係睇中呢一點，提交上佢嘅故事係非常普通，並唔係一個重要考慮因素。非常可惜嘅15少呢班人同埋嗰個黑人係一班無恥之徒，之後就聯合起來上去投訴啦，去煩啦，去搞嘢話呢位評判喺網台度咁樣公開講出評選標準係唔啱。其實男人老狗衰咗就要認。個電話度嗰位評判講出佢哋考慮阿 Man 嘅因素並無任何唔妥當。佢主要提到阿 Man 多年來主編崗位都做得好好，亦都有信心佢可以孭飛一本書，所以俾佢一個名額根本合情合理。15少佢哋班仆街夾硬玩程序玩投訴，話人哋唔應該公開咁講。嗰位評判就因為呢啲投訴有少少麻煩啫。其實佢根本係義務，又冇收錢，相信都唔會介意。但歸根究底，人哋講嘅嘢合唔合理先？咁15少，你所謂阿 Man 靠人入圍之後咬輕食，但又咬咗喺邊度？明明就因為阿 Man 自己多年來建立嘅聲譽先入到圍，唔通你得咩？仲有最搞笑係15少話兜口兜面，聽過阿 Man 親口講要踢走黑人呢個編劇。
你知唔知你咁講咪柒咯？你又口口聲聲話掹時事計算，城府極深，咁點解你會聽到佢同你講呢啲嘢？因為當時佢當你朋友，冇諗過你呢啲咁嘅小人會是非當人情，將人哋對你信任先同你講嘅嘢，向日後為咗利益隨便就爆晒出去。不過亦照講15少同黑人呢兩條友，當時15少話索到好多料，知道呢單所謂嗰晚動力糾紛嘅內情，甚至乎連某位調停人對呢個黑人講過啲乜嘢都好清楚，並不斷話嗰條調停人恐嚇黑人。我當時就覺得奇怪，呢啲嘢明明就係阿掹黑人同嗰個調停人3個人知啫，莫非有人報夢俾15少聽？依家睇返當然知咩料啦。當時邊個過咗俾15少，其實呼之欲出。自從嗰位評判交代清楚點解阿掹可以入選後，就係因為阿掹自己多年來都一直畫漫畫，因為佢有實力，其實都冇乜嘢再可以探討。呢班心術不正嘅濕柴就唔願意面對事實，咁啱線阿掹表示將會再畫新作，呢班友就散播阿掹會同熱血時報合作嘅謊言，以圖令人覺得佢哋一直都有關聯。所以當時嘅電話訪問係偏幫，並不斷鳩。劇本點會唔重要呀？等廢話。港漫之中劇本重唔重要？下年拜山再講。但今次港漫動力阿 Man 黑人事件個重點係就呢件入圍事件上個劇本真係唔重要啫嘛！屌，人哋個評判都親口講啦，係考慮阿 Man 呢個人嘅能力嘅。呢班人心腸歹毒，造謠生事，唯恐天下不亂，日日亂咁人身攻擊，屌鳩人，走去蝦女人，影人相。都莫論人哋曾經成日請你飲嘢食嘢，課個金俾你，你呢種人卑鄙下流，冇深度兼無厘頭。至於乜嘢屌書鏈，真係得啖笑。15少，你咁多年來出過咩書啊？值得人哋屌你咩？就算有屌書鏈都唔會屌你啦。仲有呀，上次出本《更龍虎》，白紙黑字講明，以後退出江湖，唔再做漫畫家，幾廿歲人講大話，對唔對得住你班讀者呀？